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9月1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北大地的基泰建案，害附近的徛家落落去。昨下晡有民众发现南港东新街建案工地，这dam仔加路有真侪所在拢闭开，目前先用围闸围起来。市府建管处嘛要求业者爱伫1礼拜来改善，若无要罚9万块。这么家路面沿看到一条一条的壁痕，红线边亲像地图网共款，范围未细，只好成为围篱，警示民众。技术最近大雨加上施工的大型车较重，致使路面闭开。代志是发生在12日下晡，大约4点，台北市南港区东新街工地拢还未乌，居民已经心惊惊。还没拆的时候就都蛮平的，对，但我不知道它这个。下线是这么正常吗？这样都没办法住，每天要提心吊胆，有妥善的做好，不要一动工，我怕一挖下去的时候，我们家就下线。台北市建管处评估地面无明显落差，工地整地当中也还未乌，无安全顾虑。不过根据了解，去年就因为共同壁无处理好，造成附近住户人损。迄时阵个经过两工会鉴定，无问题才开始动工。新梅口即摆要起15楼悬下骹3层楼的主体，只是伫进行事前作业，路面道比30公尺。建地的周围出现了倾斜，然后凹陷跟龟裂延伸的状况。目前这个有没有发生零损的状况？零损的部分是去年有发生，那去年我们本局有去做列管。台北建管处派人到现场处理，佮要求工地主任一定要伫7天内改善完，若无会依法罚款8到9万块。要求建管处明天一大早，从大直工地也调一两个技师过来协助。就惊意外佮扩大，民代会会同相关单位会勘，佮要求建管处伫今早起准备好建案检测报告，确保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大地的徛家起落落去，昨有开放其中25号会当回去厝内摕物件。若即马有议员也空讲，自9月初1工地监测数据就出现异常，怀疑基泰早就知影工地有问题，煞唔停工。另外，台北市府对基泰建设申请假扣额6000多万，地方法院裁定驳回，市府正咧研议看敢要控告。民众伫安全帽，赶紧将物件放入塞车内底。台地警家处立去到达已经第6天，台北市建管处宣布，现场目前相对稳定。为早起10点半开始，住户会当伫专业技术陪同之下，等去厝里摕物件，一体是20分钟，一概限制2户入去。生活用具，他必备的身份证、ID 都在里头。20分钟太短吗？20分钟当然太短嘛！你们赶快反应，莫名其妙嘛。部分的民众反映讲，敢若予因20分钟的时间，而且敢若会当入去3界，实在是伤赶。市府统计到下晡2点，25户拢已经有入去头一界。第2梯次是3点半，那第3梯是13早起。其实我们是跟时间赛跑，这个要请所有的住户理解跟谅解。建筑物不但倾斜，位在一个相对软弱的这个地区。台地警家处立去的案件持续探烧，有议员也出来讲，监测数据的公司基泰9月初1就已经提供监测各样的通知单。互基泰台地建案工地现场的主任，质疑基泰早就知影工地有问题，煞无停工。显然，基泰在接到这一份报告、这一个警戒单的时候，毫无作为，并没有停工。一大是直接跟基泰说，报告的状况是有点糟。副市长李树川表示，判定的所有资料拢会透过政风处移送检调单位鉴定，确定敢是有违法，甲违反公共安全。若中一日基泰建设，阁要提供1亿来救灾，煞无如期汇款。基泰伫12日新闻阁回应讲，已经请律师联络台北市府处理信托，绝对无会提责任。市府是希望说站在
维护市民的权利的立场，先把钱汇到市府的账户去，基泰这边就配合办理，后续信托的细节再慢慢来协商。台北市政府嘛证实，基泰已经在12日下晡，甲1亿会入去市府指定头做。不过，基泰建设甲台北市法务局还未签信托的契约。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拢是一份好天，过昼较到落雷公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头甲外岛地区拢是好天气，有出日头，水气嘛较少。不过南部甲各地头的山区过昼较到落雷公雨。温度方面，今仔透早花莲里溪潭的温度上低已经降到19度6。今仔日各地头的低温大概是22度到25度，若日时的高温有31度到34度。天气乡亲，即马早时、暗时温差有较大，出门就爱会记得加套一件衫。来看超市的进口卵又搁有争议。农业部进前公布，为巴西进口的鸡卵，上尾一批是5月30上旬。不过，即阵台湾的市面却搁有保存期限到10月的巴西鸡卵。台农一开始承认讲日期标唔对，不过是药师去查了后，却认为无过期会当继续卖。若农业部嘛讲，市面上的巴西鸡卵，这效期是到9月底，也未过期。超市进口卵争议不断，农业分专伫面册表控，农业部风检署日前表示，巴西鸡卵上晚是5月30日准。不过前几日煞有巴西卵伫个架仔顶，制作日期是9月初6，保存期限是10月初5。怀疑进口鸡卵保存期限敢会当超过4个月。表控所讲的大农卵品，负责人讲，水卵、精卵拢照规定办理。这批卵是日期误标，已经主动回收。这卵完全符合着需要的规定，和进口的日期不符，这是我的疏忽，对消费者发一个失礼安尼。社署嘛讲，10月已经和地方卫生局去大农卵品稽查，发现标示的有效日期和原厂规定袂合，依法会当罚4万到400万，嘛叫业者随时回收。不过因为有效期限也未过期，等日期改成了后，就会当搁摆去货架顶。那这一批产品，我们看到它的制造日期是今年的5月27号，有效日期是到今年的9月24号，所以从这2张手板就可以比对出来，这个标示的有效日期显然是不符。农业部讲，有效期限是照巴西来原厂标示，经过巴西来原厂评估，运输过程全程冷链。而且包装完整，有做喷膜处理，所以期限会使到4个月。经过清查，最后一批有效期限分别是9月24、25、27。市面上发现10月初5的是最后一批巴西卵，虽然标示错误，也毋过拢也未过期。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巴西鸡蛋都是合格、安全，在有效期间之内。不过进口卵税境的效期和国产卵同款，效期拢1个月，引起外界质疑。农业部澄清，进口卵经过税经了的有效日期，完全照原来来源牧场的有效期限为主。另外，未来法规是毋是需要检讨调整，会可按是药事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中华的鸦片市场做一电脑异常，系统去互骇客入侵要降钱，致使交易暂停1天休市，上无了2000多万。这是国内头一件遭动抵押拍卖降钱的案件。按了同一天，台中的鸦片市场嘛互骇客入侵，目前检警正在侦办。来看自由时报，检警4年前伫高雄抓到犯罪集团14个人开水放洗钱，洗43亿。地方法院一审说讲证据无够，全部拢判无罪。按了高等法院2审翻盘，改判主嫌等12个人有罪。来看中国时报。前一阵有统一发票对奖的 App 假袂行，若财政部的电子发票平台嘛无法度登入，引起批评。财政部表示要启动流量管制，但明年新的平台改版用起来都袂卡卡袂塞车。卫福部甲劳动部开会，决定要放领申请看护移工的资格，包括长照服务者、失智症甲身心障碍者这3大族群。未来免把视量表评估，用手册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不过民间团体嘛咧烦恼讲，安尼开放落去，外籍看护可能会更坎坷，当道的障碍者要请看护可能会更较困难。
卫福部甲劳动部召开放零骗购外籍家庭看护免评多元管道咨询会议，嘛邀请失智症、身心障碍甲罕见疾病等相关的民间团体去卫福部开会。未来亲像是轻度失智等的三大族群，申请外籍看护会当唔免巴氏量表评估。对于肢体障碍或者是罕病，它本来有一些病症的限制哈，像肢体障碍就限定在运动神经元或巴金森氏症这2类的疾病。那我们这次也把这个放宽。放零申请条件的有3大族群，包括使用长照服务超过半年以上，经过精神科医师诊断是轻度失智症的患者，也佮有身心障碍重度以上。机体甲罕见疾病、无罕病症嘛包括在内，统计差不多有60万人受惠。卫福部长许水源认为讲，无用巴氏量表评估，好处是病人唔免阁去看一个医生，只要有诊断证明、身心障碍手册，佮有符合规范，就会当申請外籍家庭看護。不過外界煩惱講，條件若是放零，恐驚會予極重度障礙或者是失智症的家庭，更較好找到看護。外籍看护他也是劳工，他也有劳动权，所以他会选择比如说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最需要照顾或是家庭状况最不好、环境最不好的案家，反而是他们最不想要过去的。失智症的这个特性还有相关的症状比较特殊，相对来讲，我们在轻度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走失，它的安全、居家安全，我们认为轻度家庭的确也还是可能会有这样子全日型照顾的需要。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今年7月。靠都4年的移工，台湾实际骗过外籍看护，嘛比疫情进前减26000人。有雇主团体认为讲，问题无伫巴氏量表，是移工的来源上少。包括新加坡啦、香港啊、日本啊、韩国，光是在亚洲，他们的劳动力引进国就已经不是像台湾只有3个国家，一定要先去多开发一些劳动力的引进国。目前申请巴氏量表，上近3天就会当摕到。不过，若是骗过外籍看护，上紧就要等半年。民间团体认为讲，除了放零申请的条件，制度一定要有配套，才会当予真正有需求的人使用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10日已经坐火车到罗西亚，外界咧邀应该真紧就会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见面。另外，俄乌战争也未收煞。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讨论，看敢要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滨海边境区行政首长科佐米亚科公布一段影片，显示金正恩10日坐这个私人火车伫暗时到哈桑车站，甲俄国自然资源部长科兹洛夫等人会面。Эти механизмы, но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Кореи снимет т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позволят более плотным контактам. То есть, ну и сам по себе визит. 搁一有了金正恩访问俄国，会甲总统普廷见面，是为散车北韩寻求经济援助甲军事科技。普廷好亲像亚光物件真需要，比如甲乌克兰战争当中所需要武器弹药。普廷10日参加伫远东都市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Есть новость, что вы поедете на Восточный. Чего ждать от этого визита? У меня там есть сво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ая. Когда я туда приеду, узнаете. Хорошо. 对金正恩来讲，这摆会面是摆脱联合国严厉制裁甲外交孤立局面的机会。对普廷来讲，是为俄乌战争当中一直消耗的弹药库补充弹药，甲北韩任何军火交易拢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俄罗斯过去对制裁拢是支持。10日伫联合国安理会为提供乌克兰武器答喙讲，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百纳表示，有真侪证据显示，俄罗斯进行可能交易谈判，为北韩买大量甲真侪种类型的弹药，用来对付乌克兰。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斯提醒俄国，唔通违反连家己拢投票通过对北韩武器禁运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基亚是批评美国提供接收弹予乌克兰。公司新闻恩文玲等下。英国警方查到2个国会研究员涉嫌替中国收集情报，其中一个人佫捌做过议员交流平台中国研究小组的主任。不过，中国即马算是唔信任讲，因有派间谍伫咧英国。英国国会逼出强谍案，根据英国媒体报道，2个英国籍的国会研究员涉嫌在职的时阵替北京当局试探情报，今年3月被抓起来。其中一个人是捌做议员交流平台中国研究小组的主任凯希，今年28岁。就算凯希透过律师发声明，讲伊是清白的，
不过，伊伫政治社交圈是真活跳。消息一出来，是受到英国政坛的讨论。The whole House is rightly appalled about reports of espionage in this building. The sanctity of this place must be protected, and the right of members to speak their minds without fear or sanction must be maintained. 英国首相苏纳克前日在G20峰会场边，都当面甲中国总理李强表达抗议。不过，中国是否认在英国做间谍活动？所谓中方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学者指出，中国透过各种的管道甲手段，伫西方收集情报，早就有风声。虽然无一定会当得到机密的资讯，不过甲政治人物熟悉，就会当游说、引导相关的政策，对北京采取较好的态度，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力。譬如说提供错误的讯息，然后误导他们的研究或者是立法的方向等等。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中国的渗透或者情报收集是无孔不入的啊。它不单单只是华人，它可能英国人也会被收买。因为咱国最近甲英国国会真正有互动，咱国外交部指出，开始唔捌受到邀请来访问台湾，嘛无接触到咱国高层的记录。外交部对于重要访宾的邀请，以及在台拜会的对象，以及听取简报的内容，都有一套严谨的评估机制，而政府国安单位之间相关的横向联系也非常的密切。外交部强调讲，各国的国际两化学者来台湾拜会政府机关、甲国安单位进前，拢会经过严格审核，以防中国各趁机会来渗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宾州有一个杀人犯，顶个月底为家国逃走出去，到今已经12天啊，人还未抓到。警方发现这个犯人捌偷牵车去找朋友斗相共，互监视器翕到。伊已经甲喙手抠掉，改变模样要闪对查，而且身躯顶可能有查武器。目前警方是提供赏金25000块的美金，希望民众会当斗掠人。宾州警方对顶个月底用猛火抗壁成功盗角的杀人犯卡瓦坎德展开大追捕，发现逃亡几若日后，就找到偷牵一只白色箱仔车，去宾州东派克兰找已知的同事，结果互电铃监视器迄条像模体、抠喙齿了变装样貌，甲逃亡时的外形大不相同。一连刷找两个朋友拢找无，计当天车道发现等咧山野之间，警方把伊接到最新的线报，讲伊伫家甲北平大约32公里的小镇出入，随时伫当地发出警告。We obviously have always treated him as being dangerous, and we have always treated him as potentially being armed. He's been carrying a pack. There's no way to know exactly what's in that pack or what he obtained early on in this investigation and search. 卡瓦坎德因为前年杀害前女友，被判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伫这进程，伊嘛伫家乡巴西犯杀人罪。警方讲，卡瓦坎德有可能搁再偷车逃亡，呼吁民众爱注意。不过，警方嘛同时认为，逃犯会去找几若年无联络的朋友，要是已经走投无路、进退无步，研判伊要是要伫宾州的国台搜索范围展开长期控制。Why do you still believe he's in Pennsylvania? Because I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e is not. I don't believe he has the resources to get out of Pennsylvania. And again, other pieces of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generated within this investigation lead me to believe that he is still here. 另外，有关当局清查逃犯的背景，发现伊的小妹居留超过期限，已经甲伊逮捕，准备送回去巴西。同时，警方嘛甲赏金提悬到25000块美金，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索。早一日将这个危险人物逮捕归案。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日本的教育界最近小连续爆出性骚扰的歹代，当今有一个中学的校长，唔但对查某学生卡来手来，佮强迫这个学生翕一寡赤身裸体相片甲影片。另外，佮有一个补习班的老师是偷翕查某囡仔去互伊送法班。子供を教え導く立場にあり、しかも学校の最高責任者である校長がこのような容疑で逮捕されたことにつきまして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ます。心中会实的，因为管辖学区竟然有校长性骚扰学生，爆出见笑台是三元台中学校长55岁北村比作者，伊去年和女学生举报性骚扰，警方展开搜查，伫北村的办公室甲徛街发现几啊张初中女学生的色情相片影片，北村也对女学生不当的接触。信頼しているところはあったんで、本当にびっくりしてます。
警员在于大埔北村共一日，另外一个捌伫补习班做讲师24岁的孙崇祥也红掠。孙崇祥顶个月先因为偷袭9岁查某囡仔的事被处红掠，后来国防发现江北角一个受害者伫苏醒面谈期间做出无相当的姿势翕相拜伊，搁一摆互警方移送法办。告诉性骚学生的事件连续发生，家长心惊惊。日本报告协会顶个月公布指导方针，包括教师设计避免有看袂到的视角，加装监视器，搁严格限制师生私下联系等规则，防止有心人士做出不法的行为。子供との距離感が近い人と人が関わる仕事になりますので、ガイドラインやマニュアルこういったものを徹底して、引き続き保護者生徒様に安心してお通いをいただけるような環境づくり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另外一项预防措施是日本政府和英国等咧研究公布甲禁止服务 DBS 系统类似良民证。这套系统会稳准教育机构查询认定者敢是有性犯罪记录，也就是讲认定人士的刑事记录会公开，以避免前科犯挖进囡仔。公司新闻七月份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找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联合国大会伫纽约起稿，有美国众议员发布声明，强调过去2758回决议无干涉台湾的代表权，无应该掠这做理由禁止台湾参加国际活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告今仔日要甲内阁改组，毋但要用5个女性做内阁成员，牵连国家安全的防卫大臣嘛要换人，要换一个立场挺台湾的众议员。来看梵蒂冈的书记主教要去中国访问。这桩去是为着要促进人权倡议，达到公正和平的目的。可能明仔载，伊就会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寡政府的高层见面。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有讲到中国最近咧无用经济问题，可能无再调拍台湾。不过，众议院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却表示讲，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台海局势会变更较危险，美国政府就要随时做好准备。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讲到台海局势，伊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中国经济无安定，可能无能力入侵台湾。我众议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的看法无同，伊认为习近平最近几两摆讲限战，敢若是咧准备烧战。台海处于高度危险时期，2024台湾总统大选了后，局势特别危险。第二目标要合作防止战争发生。Over Taiwan would be catastrophically destructive. Making a deterrence by denial strategy work, preventing World War III is, I think, the near-term objective that needs to animate most of what we do in Washington, D.C. We have not done enough with regard to equipping Taiwan in deterring military force by the CCP. 民主党的克里斯特莫希和共和党的盖拉格看法相像，伊提出警告，美国若是政府失灵，可能促使北京对台动武，所以要做好准备。另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嘛讲，中国后一个目标是台湾2024的总统选举。中国正在研究运用新形式 AI 操控各界对台湾的看法。意思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这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但是他透过 AI 的或者我们讲深伪的技术或者 AI 的技术，去把它做一些捏造。林允又讲，中国伫舆论战已经大量使用假信息这手段，近来新形式 AI 工具，国家会当塑造出特别意见来观点。美国军事新闻网报道讲，兰德研究人员表示，虽然伊无确实的资讯讲台湾会变做主要的目标，不过假信息变甲较会互相信，对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安局的前组长刘冠军，20多年前管理国安秘密考试时，涉嫌侵占公款7亿9千万，提起买厝买股票。包括20万股的台积电、19万股的联电。这刑事表示，包括股票、股利、银行押金等等，目前已经甲1亿5千多万讨回来。被总十操探西外观真垃圾，国安局前组长刘冠军当初开1000万买一栋厝，登记伫家后的名，即马在经互没收。只要签约顶定数完毕了后，这刑事都会罚伊拍卖，因为用公家钱来买厝。
买厝这笔钱只是侵占的一小部分。劳管局20多年前管理国安微小，私吞公款约2亿，买厝、买珠宝、买股票，持有90万股联电、46万股华邦电、9万多股文心。迄当时，更加用每股50块买8张台积电，即马全部拢互兑回。当初我们卖了4档股票，大概都高于那个市场的行情价。然后，尤其台积电当时卖掉，就是一股大概卖了520多元。那总共合计起来，总共争取了1亿5300多万余元。股票换算现代，加上股利存款等等，兑回金额达到99.5%。只是劳管局发现了无偌久，就早外交机密文件，丰田东洋连得专案涉嫌走去兑换。刘某目前就是由本署人持续通缉中，就是因为贪污治罪条例通缉中。为2000年逃走了后，劳管局因为涉嫌贪污互通缉，去年国和高检署以盗窃罪嫌发布通缉，多蒙20多年排真侪条罪名，检方要继续侦办，也毋过伊目前伫什么所在行踪犹原毋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基泰建设的工地甲边仔徛家厝冲甲起起。有议员质疑，这建商会遐尔无要无紧，都是因为基泰伫市区有靠山。包括市区的顾问孙伟志是基泰董事会专案顾问，个前经政署的副署长刘碧良是基泰的副董事长，怀疑就是这寡人咧替基泰斗掩护。基泰建设因为时间不当，造成在地居民家厝起倒，民众有厝无法度登记，机关证据建商会无惊半人，就是因为基泰伫市府调中有人。基泰董事会专案顾问孙伟志现任经历就是台北市政府顾问。为什么基泰敢这么大尾，比市长还大尾？第一时间没有到现场，还敢挂李石川的电话，不接电话，不就是因为仗势着朝中有人吗？不就是市政顾问吗？我想没有所谓的这个民审什么内审，这个通外鬼，这个对我们的市府的同仁说实在也是不公平。但关起底，孙伟志除了是北市府现任市政顾问，也兼伴着开发公司董事长，需要办到各式换过5路餐饮甲饭店。那今年初退休的前经政署副署长刘碧良，目前挂名基泰副董事长，2个人互市官点名是基泰门神。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记者实际打电话互2个人甲旗下公司无法度取得联系，也毋过对门神的讲法，市长蒋万安表示，若有违法事情，一定依法就办。如果有任何违法事证，我们一定依法就办。我在乎的是灾民的眼泪，不是建商的眼泪。蒋万安也强调，要求基泰面对负起责任。对敢是有官员涉嫌盗利，北检已经召开专案会议，会同廉政署北区调查组启动侦办。为了尽速保全事情厘清案情，无排除最近执行必要的搜索保全动作，佮约谈相关官员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大地建案出问题进前，去年高雄自强1路某一个建案，海边的7户透天厝起起，壁都必顺。建商有甲一寡住户达成和解，不过为今年2月开始，建商跳票，讲好的租金补贴无照片照行，定期的进度嘛拢无半撇。围绕拆掉了后的空地啊，是放真侪钢筋，不过煞无咧动工。高雄自强1路83巷的巷仔口，这个建案去年3月底。因为地下工程的疏失，加上是沙地，历史路口放弃。8月中，佮因为附近的巷仔放弃，伫巷仔边的7户嘛受到牵连，厝起起，壁嘛离开，互判定是规楼拆掉。其中6户甲建商达成和解，由建商重启，不过到达1年过啊，所以要被动工。我们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盖好房子，然后现在已经让他的工地复工，然后我们的房子也都没有盖，那我们是不是就一直在外面要自己租房子在外面，然后我们相对的我们的负担就会变得很大。看到害厝风拆建案已经复工，家己还搁伫外口税厝，加上建商原本答应讲会负担2年税厝的费用，不过受灾户从今年2、3月开始，都无搁收到租金的补偿。建商讲会分期嘛无影无食，批评建商无信用。建商讲目前是以中间的工课为主。营造申请好了，营造厂商也给他定金，准备开始了。安全的问题，承载的部分，现在一个洞在那边，另外一边不能再挖。会继续坍塌。建商强调讲，因为考虑安全，都要等建案的结构完成，才当挖地基。不过工地附近是爱河，会甲电流、靠流、甲地基稳定等等的问题有关系，无法度预估完工的时间。
会争取伫114年6月进前完工。工务局嘛表示，双方目前已经以损人办法完成和解，甲提准金作业的程序。和解户呢，目前已委托建筑师办理建造及开工在案，提出户呢，则在申办围绕重建程序中。工务局表示，双方后续若是有争议，应该依司法的程序来处理。就算建商讲会赶紧动工，不过租金的补偿、向各方面登记等等的情形，互受灾户是真恶，阁相信建商。伊嘛按算伫13要招受灾户讨论后续处理的事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内湖的碧湖国小有学生伫中昼顿接到注射针，家在接到就随配出来，无影响健康。啊，那学校甲教育局嘛证实讲，确实有即件代志，要甲业者罚16000块。盘顶有几若项菜，这是今年6月14，台北市内湖3间国小的营养午餐，结果传出东港有校的高年级学生食咖喱炖猪肉，却食到金属做的注射针筒。先放到嘴巴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有异物，然后就拿出来了。所以是小朋友当天是没有吃到，也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送医的情形。我们也有进行一些检讨的会议。供应午餐的碧湖国小，嘛有供餐予附近的明湖和康宁国小。事发当时是明湖国小学生食到针筒，家在检查了，暂时无健康状况。校方嘛随时和家长说明，业者出面核实的，讲会叫供应商赔偿。生长过程中都需要打一些预防针啊，或者之类等等，针头断在里面。轻度探测器如果没有察觉出来，到团膳公司这里其实真的很难察觉。要求他们需要更加谨慎，我们对于异物的挑拣，其实也会更加的留意。产业工会讲，这种情形真难去看到，未来要求各厂商好好注意检查。北市教育局讲，针筒和造假警的技师寸草无相像。怀疑是原物料出问题，已经通报卫生局等单位做调查。校嘛甲营养午餐业者记点8点，罚16000块。CAS 符合的厂商啊，所以在源头部分呢，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卫生局啊相关的通报单位，把上游管理部分呢也向上反映。另外，教育部嘛讲，112学年度会加重午餐客约处罚，重大缺失记点。累计10大点处罚停餐上少1礼拜，罚款嘛会增加。违规累计细点加大点成立，达到50点，就会当终止合约。希望会当防止类似事件搁再发生，影响学生的实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后里马场的马，这3冬外已经死9只，其他野外咧嘛有营养不良的状况。有议员质疑这营运厂商照顾无认真。不过台中市管理局解释讲，这寡马年岁拢真大，大部分拢是自然死亡，厂商无照顾无问题。工作人员详细清洗马仔了后，也阁要补充食物，看起来照顾并无凊彩。台中后里马场活3年外来，原本的26只马已经有9只死亡，也活着的也有营养不良的状况。有议员质疑营运厂商照顾出问题，委外由民间来管理。那造成呢市有的25匹马，其中呢有9匹死亡，那剩余的呢有营养不良的现况。议员也质疑市府将后里马场甲会武馆为2020年为外，当年收益有246.5万，也毋过管理局也爱编列辅导管理费441.2万，根本就是了钱。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迄当时点购的26只马，平均年纪是19岁，已经属于高龄马，死亡中的7只是自然老死，另外2只是破病死亡，无照顾无好。马匹呢，16岁以后就是老龄马。目前后里马场的马匹平均寿命约19.1岁，那因为营养吸收不佳，造成马匹的体型偏瘦。那平常每天都要给它洗澡1次啊，那照顾都相当不错的。厂商强调，除了马逐工固定时间放出来，一工食4顿，除了饲木薯块，也有加营养品。伫今年的议会已经改善通过评鉴，无照顾无好。也毋过动保团体表示，今年4月去现勘，也是有不少问题要改善。每个礼拜会让马匹运动1次，然后可是这其实是远远不足的。那它至少要让马匹运动1天1次。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它的放牧区也有这种就是遮蔽不足的情况。
动保团体表示，厂商受限能力甲专业不足，建议市府应该加强监督甲提供资源，佮邀集专家，佮一摆会勘建立改善机制，才会当保护动物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车闸上大雨，嘛造成灾情，有2个人死亡。附近的饲鸡场淹水淹到2公尺半遐尼悬，有6万只鸡仔拢淹死，设备嘛拢浸水乌有去啊，损失上无是6000万。嘉义县政府就去到灾区会勘，讲要甲中央争取天然灾害救助。满满拢是烂土的饲鸡场，鸡仔一只一只为鸡寮内底冲出来。伫水上乡的客务专业者讲，即届大雨的水淹到6米悬，造成设备害去，死去的鸡仔都6万只，损失惨重。6万只的话，一只400块的话，大概是240万嘛。所有的电器设备大概要2000万，那合计的话，包括洗选淡季的话，大概应该损失6000万以上。除了客务业的损失，中部乡嘛有农民种的木瓜，互大水全部冲到海去。农民讲，第一届拄到遮大阵的雨，原本会当收的木瓜，即马全部拢乌有去，损失要40万。有很多地方哦，其实过去从来不会淹水，这一次因为强降雨的关系啊，都整个的淹水都蛮严重的。下尾迄区5栋啦，即区顶年大啦，顶年大只种多要好收尔，就留伊啊。为了了解农民的损失，嘉义县政府12早时到灾区现场会勘，农业处表示，目前初步统计农业损失大约是2500万，有且各单位继续统计，县府会向中央争取天然灾害救助，补贴农民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127个天狗节的个案，3例死亡。今年到今已经有6464例本土病例。疾管署预估10月底是疫情的高峰，到时可能会超过1万例。化学兵全副武装，分几个路线来回消毒。因为本土天狗日的疫情持续压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127例本土病例，还有3例是本土天狗日死亡的个案，拢住伫台南市，年岁伫40多岁到70多岁，拢是男性，3个人有潜在疾病，其中1个40多岁查甫人。未发病到死亡，干那1天，累计今年因为本土天狗日死亡的已经有9例。他在发病被诊断之后住院，但是就因为他本身的一些慢性疾病造成他心脏的问题，就过世。因为目前本土天狗日的疫情还是以台南市上济，今年以来累计已经有5760例。不过顶一日台南市教育局发公文通知学校，校园内底若是去互查到天狗日阳性的资生员，还有教职员或者是学生去画到天狗日，遇到了后确认伫学校内底画到的，相关的人员都要处分。针对这点，教育局长是出来驳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太严厉，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是把那个行政惩处当作主要目的。基本上，我们到时候也会看学校是不是确实去落实。早上7点40开始打扫，我们的老师就带着学生第一线去做所有的知青的工作。那8点扫地结束以后，我们就会带着主任全校再巡视一遍。到目前为止，国内本土天狗日的病例已经有6464例，是10年来第2悬。疾管署表示，受到每一年气候甲降雨量，还有慢性疾病情形无同款，按算10月底时阵会到高峰。无排除会超过1万例，已经有要求各间病院，甲天狗日的病人以症状严重的程度分做 A、B、C 3级，启动就医分级收治，避免病院患者伤济，影响到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寿山动物园，最近又搁增加一个新的成员，就是饲猪仔囝，号做小蚵仔。即马已经满月了，因为出世的时就亲像一粒蚵仔共款，实在是真古锥。即马嘛正做寿山动物园介绍环境的名称。北药丸手摕着食物饲饲猪，伊食物件模样是真古锥。详细看，阁有一只细只饲猪闭伫爸爸妈妈后壁，伊是顶个月初8拄则出世小蚵仔，即马嘛已经满月了。因咧困喺迄个棚坑内底，拄看到个内底加一只迄足古锥的一只细只的小豪猪嘅饲猪。阮着迄个时阵发现了的时阵，阮是无甲交了因为爸爸妈妈因顾伊拢顾甲足好的所以伊迄个细只即只饲猪迄小芋头伊着慢慢伊着逐工拢甲爸爸妈妈安尼
斗阵做伙生活。寿山动物园内底饲猪上爱食番麦，看到保育员手摕着菜匙，饲猪拢一只一只挖过来食物件。虽然饲猪的命内底有猪，不过伊是假鸟鼠同一群，嘛因为饲猪伊身躯后壁才有刺。这有民众第一摆看到，廖准讲是占位，反应是真趣味。我第一摆看吼，我以为伊是刺猬啦，真的我快。第一摆看就是刺猬，但是刺猬我想讲无遐大只咧，是不是？看起来头，头我看起来像猪嘛吼。目前小蚵仔才拄满月，佮看袂出伊的性别，是甲爸爸妈妈做伙生活，看到车混人也是比起来。佮这小蚵仔即摆嘛真做成动物园的大名车。记者钟义辉、邱昭阳高雄报道。文化部主办鼓励多元多样方式来创作音乐的金金创作奖，昨公布入选的名单。即摆是有真侪台语的创作者拢传出好消息。这条以恒春地区的民间信仰八宝公主传说做主题的歌曲，是乐团董金星的作品。第14届金音创作奖，因是入围最佳另类流行歌曲奖，甲最佳现场演出奖。我这支嘴实在真宝贵，一出戏我一开嘴，靠甲医生护士拢吹开开。另外，台语歌手邵大伦伫2023年大港开唱的演出，也入围最佳现场演出奖。也有一台语的创作者拢伫金音奖入围记者会传出好消息，亲像以台语 rap 出名的阿夸曼入围最佳现场演出奖。乐团灭火器以台语创作《人间条件》入围最佳摇滚歌曲。台语女歌手周嘉文是以《金》这张专辑入围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因为去年是疫情的创作爆发期嘛，那今年比较像是疫情的尾端，但是那个创作能量似乎没有减弱的趋势。今年就是非常多的合作的作品出现，很多新的跨界，就是曲风的跨曲风的尝试。然后这类的作品都蛮多的。这摆的金音奖有3634件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品参赛，后尾竞出102件作品入围，争取21A奖项。金音奖本来就是从音乐曲风去分类的一个奖项嘛，本来就会相对玩的更不受限一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金音奖的活力展现的地方。金音奖是文化部主办的奖，鼓励音乐人以多元的方式来创作。参金曲奖无同的，金音奖有摇滚、民谣、电影等等音乐风格来分类奖项，展现多元。第14届金音奖颁奖典礼10月28，特别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记者郭苗随台北报道。台南市政府颁发台南文化奖，今年得奖的是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伊毋但是整理台湾文学作品的第一人，嘛创办全台湾头一个台湾文学系，强要是规世人的心血拢献予台湾文学，就是希望保留台湾的作家对这块土地爱。台南市政府伫9月12宣布第12届的台南文化奖遴选结果，这届是由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得奖。台南市政府按算出时间举行颁奖典礼，张良德和外界合作台湾文学的守护者，伊伫台湾文学的教育领域打拼超过半世纪，用心收集保存济台湾文学的文献资料和作家手稿。真老得到这个奖哦。真安慰啦！这个一生这个打拼有受到人的肯定啊！张老师他从1970年任教于成大中文系开始大概在这将近这个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他不断的在做台湾文学的推广，他甚至于还独立创刊《老人文学丛刊》，关注一个其实在当代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张良德伫1939年出世，今年85岁，是整理台湾文学作家专辑的第一人。1970年开始伫成大中文系教册，推广整理和用贵等等台湾文学家的作品。伊过去伫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提倡乡土文学，和国民党政府列做黑名单。1978年不得已离开台湾去到日本，一直到1992年黑名单解除，才通回来台湾。然后1997年伫真理大学创立全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系。恁这拢
这个用中文写的拢叫做中国文学。台湾的作家吼，毋捌踏到中国的土地啦。我不但整理前辈的作品，而且要争取台湾文学的地位，成立一个台湾文学系啊，就是表示政府有肯定，教育部有肯定。虽然是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创办人，也捌是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名誉馆长，但是2020年年底，校方所甲换说，甲伊规世人收集的台湾文学史料去核算条例，互伊是感觉真伤心。但是张律就讲，也因为这件代志，互伊改变想法。伊认为台湾文学的历史文献收藏一定要透过国家的力量去推动，希望台湾文学国家园区会当顺利成立。记者卢昌书、李成武、曾俊佑台北台南报道。即阵科技有影是愈来愈发达。台南大学为2017年研发 AI 的台语系统到今，总算是看到成果啊！这套系统会当甲台语换做英语，英语换做台语。未来暗算要运用伫台语课程，予囡仔用 AI 学语言，兼顾母语甲英语。我要去灶骹泡茶。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tea. 学生读课本的句句，毋免一秒钟，系统马上就甲翻做英语啊！毋干那学课本的知识尔，佮提供予学生自由练习的空间。不论讲台语也是英语，拢会使互相做翻译。台南大学向国科会申请三合计划，佮参出版社合作，三级讨论对囡仔学母语上好的模式。2017年研发 AI 台语零基强学到今，头一届伫台湾做发表来体验的学生，拢讲足心笑。应该最新奇的系统嘛是就准确。我的 AFN 有学到很多东西，用到电脑这些东西很厉害。学习这个本土语啊，伊其实上欠缺的是练习的部分。台南大学伫发展这个 AI 技术的时阵，阮就甲伊合作，囡仔吼会当倒去厝里，会当有一个跟 AI 电脑互相互动。这个新科技的核心技术主要是美国并且有开放开源软体。目前因规划要运用伫咧国中小的台语课程，互囡仔学母语兼学英语，佮会当学到 AI 语言。今年迄段期间，引起美国、韩国做测试，嘛有侪外国人真有兴趣。台南大学教授指出，讲台语换做英语，成功率将近90%。技术是美国脸书的开源软体，伊受咱台湾家的语料库，伊训练一个足好的模型，所以咱若一般的话来甲伊讲，伊拢会当辨识了袂歹。教授甲研发团队拢因为对这片土地基本有感情，并且用科技推上母语，嘛提供予外国人用英语换成台语来学习。因上大愿望就是要予全世界拢有机会学到台语。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北欧的瑞典为2017年开始，在中小学的教育是特别注重科技产品的运用。不过，国小学生的平均阅读甲理解测验成绩却是颠倒退步。因为安尼时，政府决定要拨6000万的欧元来买册。教育部长嘛主张讲，6岁以下囡仔爱用纸笔来上课，袂使实施数位教学。欧洲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最近几年增加教育科技产品，瑞典就连幼儿园拢有老师使用平板电脑教学。不过，瑞典小学4年学生伫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的测试平均成绩，刷过2016年的555分，降到2021年的514分。对此，教育部长爱德霍姆将指头指向过度瓦靠电脑甲平板。今年9月开始的新学年，有一寡学校就开始限制科技教育产品的使用时间，佮回归传统纸笔写的模式。And I think students should not use tablets for writing when they are under the age of maybe 10 years, because I think pupils need time to develop a handwriting, and they need time to do that and practice and do exercise handwriting. Writing on a computer, then you feel like this, and then you can't get like this handwriting. It gets worse handwriting. 教育部也大手笔宣布一项价值6000万欧元的图书采购计划，未来2年，同年也阁会投入4000万欧元经费买传统的册本。
澳洲墨尔本蒙纳士大学教育系过去25年努力研究学校所谓科技融合的专家，认为瑞典政府的转变只是政治考量。But I think this ban is calculated. It's a popular thing to do with older voters that are worried about, the general modernisa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re's moral panics over, too much technology in all of our lives. And it's also a popular move with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It's a neat way of signalling our commitment to traditional values, going back to basics. So in some ways, I think it's opportune and it 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注意到这个问题。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就紧急呼吁各国在教育领域中妥善运用科技，要注意予中小学具备就业条件，更加要注意唔通予科技取代以教师为主导面对面的教学方式。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这韩国的鸡肉钱都袂输咱台湾的咸酥鸡，大家拢爱食。不过即阵韩国当咧欠工，真侪店头拢请无人。上年就一间专门卖鸡肉钱的店，用机器人来斗煎肉，讲2点钟就会当煎100只鸡，而且是同款好食，味无走精。拄起店的鸡肉钱，南酱摆好势，小富富的鸡肉钱上道了，会使讲是南韩国民美食的鸡肉钱，是韩国人自产庆祝一定爱画好料的。不过首年这间鸡肉钱店。 负责钱的不是一般人，是一台机器人。바삭바삭하지 않은데라고 생각을 하실 때 대부분 기름을 머금고 있는 거예요. 네, 그래서 그걸 진짜 팡팡 터워줘야 되는데 좀 이따 촬영하실 때 이제 들어보시면은 아시겠지만 무거워요. 그러니까 빈 바스켓도 무거운데 여기에 뭐 튀김류 들어가 있다라고 하면은 진짜 무겁거든요. 근데 그거를 业者用机器人来煎鸡肉，是因为这几年南韩人唔生囝，餐饮业者普遍欠工，机器人会讲拄好补充人工。 加上韩国的鸡肉钱爱煎2摆，鸡皮才会当酥较脆。换油店的人爱忍受烧油，有当时啊，佫会去学撞着。机器人都无这个问题，工作效率世界好。Robot Chicken 的机器人2点钟就会当煎100只鸡，这是大约5个人用几耐油店才会当完成的。 뭐 담백하고 고소하고 그리고 뭐 로봇가 했다는 그런 차이점은 모르겠고요. 일단 맛있어요. 业者已经按算甲机器人用伫其他餐饮店，未来因若会当做油店师傅，调酒嘛可用袂到。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巴西黄看起来就亲像蓝黄，有丰富的花青素甲营养的成分。欧美国家拢认为是真养生的食物。啊，那巴西帕纳州种巴西黄已经超过20年啊。 2011年3大是来到新台票的3兆1000亿，农民抢救的结果是影响当地的生态。社区首长嘛呼吁政府要提拨环境的经费，要兼顾经济甲生态。看起来敢若是南美的巴西黄，无论是万内无处理过果子，或者是加工了的果粉，100公克的巴西黄，至少会让卖到超过台票600。 巴西黄高社拢是产自帕拉州，2021年生产140万吨，产值超过台票3.1兆，是当地农民的经济命脉，也过也影响环境。 Com o aumento do preço, as pessoas querem produzir mais e aí tem sim já indicativos de que as práticas de manejo que estão sendo adotadas elas diminuem a biodiversidade das áreas produtoras. 学者讲，过去20年来，帕拉州的巴西黄经济愈来愈大，研究人员发现，种高种的作物。 影响到其他食物种类的生长，破坏生态多样性。当地社区组织也注意到环境甲经济问题所造成的冲突，再加上这几年气候变迁所造成的苦化，明显影响巴西黄的产量，对地方的经济也造成影响。Nós não queremos uma Amazônia que se falem dela, que se preserve ela, uma flora, uma fauna, mas que se esqueçam que aqui tem pessoas, que aqui tem seres humanos. Que precisam viver e viver bem, viver com qualidade de vida. Nós queremos ter qualidade de vida. Nós queremos ter ambiente, preservar o meio ambiente, mas também fazer parte desse meio ambiente. 当地社区组织希望政府会当提出农业管理措施，也个补助的方案。在咧环境永续的概念之下，和地方农业经济成长正济生物经济的规模，在咧经济产值一个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会当兼顾的平衡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这2天各地头拢是好天，水气较少。干那过到各地头的山区，佮有南部地区可能会落雷光雨。
不过拜五开始水气会阁增加，拜六礼拜会较高落雨。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3度到32度。外岛地区26度到30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